Interior Design 為大家準備咗 The Yoho Hub 5座 H 室，實用面積係1178平方尺，一個充滿個性品味嘅4房雙套新樓室內設計概念。今次揾我哋嘅客人有一個好鮮明嘅風格，同埋佢哋擁有好多嘅個人珍藏，而且佢哋想啲珍藏可以展示喺個廳度，所以我哋考慮過後設計出今次比較個性化嘅室內設計風格。首先我哋喺門口一轉左手邊做咗個空間俾客人放佢其中一個最大嘅 figure， 然後再喺飯廳櫃嘅中間按照客人提供嘅尺寸做咗個大大細細嘅飾架去擺放唔同 size 嘅 figure。 我哋亦都將頭房改成開放式嘅書房，令飯廳睇落大啲闊落啲，仲可以利用書房嘅窗引入更多嘅自然光，令成個地方更開揚。大套房當然會係主人房，雖然用翻廳同埋衣帽間嘅淡粉紅，仲有灰色嘅霧化玻璃，不過加咗雲石紋嘅牆紙，令成個房間有翻優雅嘅感覺，但又可以貫徹翻成個設計嘅風格。既然廳櫃放咗啲空間俾 figure， 咁收納儲物方面你哋又點規劃？想知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就可以睇翻詳細介紹片段㗎啦。